貼塊椰菜葉喺個關節上邊就可以令到關節即刻唔痛，真唔真啊？網上流傳，只要你將椰菜葉放喺一啲關節表面，例如係膝頭哥或者手腕上邊，可以做到緩解痛症嘅效果。而且近年外國甚至乎有相關研究去調查椰菜葉嘅效果，包括係呢一篇2016年喺德國嘅研究。呢份研究裏邊顯示，如果你每日堅持敷椰菜葉2個鐘頭嘅話，4星期就可以做到消炎止痛嘅效果。另一篇2022年泰國嘅研究就顯示，用椰菜葉敷比起用消炎藥更加有效。有研究就估計，椰菜葉之所以可以做到消炎止痛嘅效果，源自於入邊嘅成分，例如係花青素、多酚或者係植物小分子 RNA 等等呢啲嘅抗炎物質。不過咧，呢啲研究暫時都係好初步嘅啫，佢哋嘅證據咧都係好薄弱，未必有好好嘅說服力。上面好多嘅研究雖然話就話係 RCT， 但係好多時做實驗嘅過程裏邊，每個人都見到有大塊葉黐喺個膝頭哥上邊，就未必可以做到好好嘅盲測測試。我哋唔可以完全排除到心理嘅因素，有機會呢啲嘅正面效果純粹係一個安慰劑效應。暫時客觀嚟講，用椰菜葉外敷呢個方法，佢成本低，副效果輕微，不失為一個好方法。尤其是對付一啲早期嘅關節炎或者輕微嘅痛症，佢都可能可以起到一啲短暫嘅消炎效果。但係長期效果咧，暫時就未有足夠嘅證據。大家可以不妨一試，但係大家都要記住，如果大家想長遠對付一啲關節發炎或者退化嘅問題，最好都係做翻物理治療同埋運動，咁樣先係